马可福音16章。安息日过了，抹大粒的玛利亚、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甲撒罗米买香料要去抹耶稣的遗体。礼拜日透早，日拄啊出的时，因就去蒙地，因互相讲。什么人要替咱将门口迄块石割开？迄块石非常大地，因一个抬头看到迄块石已经割开，因入去门内，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坐伫正边，非常着惊。迄个少年人对因讲：“毋免惊，恁要找互人顶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我无伫遮。恁看，这是囥伊的所在。当恁着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，伊比恁先去加利利，照伊所甲恁讲的，伫遐恁会见着伊。”因对蒙面出来，直直走，因为惊甲皮皮喘，煞硬去。因拢无对人讲什么，因为因真惊。遐个妇人人去彼得甲伊的朋友遐，对因简单报告所听见拢总的代志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本身找见伊的门徒，对东教西宣扬圣神不灭，互人得到永远拯救的信息。阿们。礼拜日透早，耶稣过活了后，大声对抹大粒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捌甲伊赶出7个鬼，伊去甲遐个缀耶稣的人报告。迄时因伫哀伤啼哭，因听见耶稣过活，阁有互玛利亚看到，因也毋信。这个代志以后，有2个门徒行路要去庄骹的时，耶稣用别款的形象对因显现。因转去甲其他的人报告，毋过遐个人拢毋信。后来11个使徒在食饭的时，耶稣对因显现，伊责备因毋信甲疑心，因为因无信看到耶稣国外的人甲因讲的话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恁着去全世界对所有被造的宣扬福音。信来领受洗礼的人会得到救，毋信的人会受定罪。信的人会惊下面者的新热，因为奉我的名赶鬼，因为讲新的语言，因抓蛇也是啉毒，嘛袂受伤害。因甲病人还手，病人会得到医好。”主耶稣甲因讲这个话了后，受接上天，坐伫上帝正边。门徒出去各所在传福音，主甲因同工，用因所行的神迹来证实因所传的道理。